試幻想一下，你而家俾人困咗入一個完全密封嘅鐵罐入邊，呢度冇窗冇日光，得永遠開住嘅日光燈。你唔可以隨時出去行下抖下氣，眼前唯一見到嘅風景就係數之不盡嘅管道、儀表板同埋130幾個可能已經3日冇沖涼嘅同事。你要喺咁樣嘅環境入邊生活足足6個月甚至更耐。如果我而家同你講，喺呢種地獄級模式之下，你嘅晚餐有可能係經過30日熟成嘅 A 級牛扒，再配一隻大過你塊面嘅澳洲龍蝦，最後仲有一件啱啱焗起嘅朱古力心太軟蛋糕，你一定會覺得我喺度發夢。但呢啲就係美國海軍核潛艇士兵嘅真實生活，佢哋就係喺幾百萬美元嘅武器裝備中間，打一場為咗維持士氣戰鬥力同埋腰圍而展開嘅卡路里戰爭。今日我就帶你潛入深海，睇下喺一個得13平方米嘅核潛艇細廚房入面，啲廚師究竟係點樣日日燒掉15萬人民幣，將班士兵餵到體重嚴重超標㗎。首先，我哋要打破一個幻想，核潛艇雖然係國家重器，但係佢嘅後廚絕對唔係電視上嗰種有開放式爐頭、不鏽鋼工作台同專門擺盤區嘅寬敞空間。喺美軍最常見嘅洛杉磯級核潛艇上，留俾後廚嘅面積只有可憐嘅13平方米，但係就喺呢一個狹窄到令人窒息嘅空間入邊，6到8名專業廚師要負責全艇130人每日4餐嘅不間斷供應。每個廚師要負責大約20個人嘅伙食。佢哋係潛艇上最早起身、最夜瞓嘅人，工作強度甚至超過控制室入邊嘅魚雷兵。潛艇嘅廚房絕對禁止使用任何明火，因為潛艇係一個完全密閉嘅內部呼吸循環系統，哪怕只係一丁點油煙或者煤氣泄漏，對乘艇人嚟講都係滅頂之災。所以呢度擺滿咗各種大功率電磁爐、微波爐同大型電炸鍋、大型攪拌機、洗碗機，仲有存放新鮮食材嘅雪櫃。喺呢度，廚師唔單止係負責煮飯嘅夥計，更加係全艇人嘅靈魂按摩師同情緒調解員。正如嗰啲喺深海服役咗幾十年嘅老兵所講，一個好廚師可以令枯燥嘅巡航變成一場奇妙嘅度假，而一個手藝稀爛嘅廚師就可以令乘艇人喺下潛後第3日就產生集體叛變嘅衝動。為咗保住呢班掌握住毀滅世界鎖匙嘅年輕人嘅心態，美國海軍部可以話真係操碎咗心。我哋要由潛艇出海前嗰場瘋狂補給講起。核潛艇一出海就係幾個月，中間幾乎冇可能靠岸補給，所以出發前嘅裝載過程簡直堪比一場世界末日團夥戰。為咗餵飽呢班人，潛艇每次出航前都要裝載幾十噸重嘅食物。試幻想一下，要將幾噸重嘅食物插入一艘原本已經冇任何空位嘅潛艇入邊，呢個唔單止係後勤，更加係現實版嘅俄羅斯方塊。新鮮嘅蔬菜同水果會小心翼翼咁塞入冷藏室最深處，呢度通常係廚師最珍惜嘅地方，只有佢哋有鎖匙。急凍嘅頂級肉類一樣塞滿大型冰櫃，而其他成千上萬嘅罐頭、麵粉、朱古力、飲品樽，則要揾任何一個可以利用嘅角落。喺核潛艇上，每一寸空間都係用金換翻嚟，要將空間壓榨利用到極致。喺出海前2個禮拜，你會發現潛艇原本已經狹窄嘅走廊變得更窄，甚至連側身行過都覺得困難。點解？因為地板上鋪滿咗厚厚一層罐頭同麵粉袋，上面只係蓋咗一層薄薄嘅甲板，而你嘅座位下面可能塞滿咗午餐肉罐頭，你每餐飯都喺為一個罐頭剪彩。喺每一條唔通熱水嘅管道後面，都可能收埋咗一支番茄醬或者一包朱古力粉。喺走廊嘅天花板上，如果你夠高，一抬頭就會見到幾袋意粉正默默咁望住你。簡單嚟講，喺巡航嘅頭半個月，士兵其實係踩住自己嘅午餐同晚餐去崗位值班。每食掉1箱罐頭，走廊嘅天花板就感覺高咗少少。呢種腳踏實地嘅安全感，的確係陸地上嘅人永遠都體會唔到。跟住我哋講下伙食嘅階梯式變化。潛艇伙食嘅質素會隨住出海時間推移，呈現斷崖式下降。黃金頭3個星期確實係人間天堂，伙食標準高得嚇人，堪比5星級酒店。廚師會盡量消耗嗰啲容易變壞嘅新鮮食材，瓜果蔬菜任揀，各種山珍海味輪流上場。每日有24小時不間斷供應嘅麵包房出爐嘅新鮮麵包，散發住吸引嘅麥香味，仲有即叫即煎嘅蛋同火腿。甚至喺某啲特殊巡航任務入面，廚師仲會端出澳洲大龍蝦同5級頂級牛扒。呢個時候，潛艇兵嘅餐台就係海底嘅高級自助餐。你要知道，喺幾百米深嘅海底，能夠食到一啖火候啱啱好嘅牛扒，
嗰種幸福感足以令你忘記自己已經半個月冇見過太陽。人哋喺陸地飯堂食大鑊飯，你就喺深海食私廚定製。呢個時候嘅口號就係趁啲綠葉菜仲未爛，快啲將佢哋塞落肚。但係幸福嘅時光總係短暫。3個星期之後，新鮮蔬菜開始變得稀缺，急凍食品開始登場，潛艇就進入所謂嘅油炸時代。金黃色嘅炸雞，鋪滿肥美煙肉嘅薄餅，各種急凍肉類成為每餐飯嘅主角。雖然唔係新鮮，但係經過廚師嘅巧手，再加上大量芝士同沙律醬加持，味道都相當唔錯。而且喺長期見唔到陽光、壓力巨大嘅環境之下，人類對高熱量、高油脂食物嘅渴望係寫喺基因入邊嘅原始本能。但當任務進行到2個月之後，真正嘅考驗同噩夢先至開始登場。潛艇兵就正式步入罐頭生活。罐頭蔬菜、午餐肉罐頭、脫水蛋粉成為日常。廚師必須發揮最大嘅創造力，將罐頭午餐肉整出100種唔同風味，包括但唔限於午餐肉扒、午餐肉粒炒飯、午餐肉沙律。唔單止係咁，去到呢個時候，新鮮牛奶一早就飲晒。廚師會拎出一種花名叫 UHT 嘅神奇飲品。聽個名你可能覺得幾高級，其實佢只不過係一種經過超高溫滅菌處理，再用脫水奶粉重新沖調出嚟嘅液體。佢嘅味道非常古怪，介乎工業油漆同過期豆奶之間，係每個潛艇兵退役之後都揮之不去嘅味覺陰影。去到呢個時候，嗰啲保質期超長嘅豆罐頭、脫水蔬菜就成為主旋律。食飯唔再係一種享受，而係變成一種純粹為身體補充能量。講到食飯，潛艇上面嘅餐廳空間都係一大問題。130人嘅艇，餐廳通常只可以同一時間坐到30幾個人，所以食飯係嚴格執行輪班制，每個人大約只有15分鐘食飯時間。你啱啱切開塊牛扒，準備慢慢食，後面排隊等位嗰班兄弟已經望實你。呢一種緊湊感係為咗確保每8個鐘一次嘅循環交接可以正常運作，但為咗安撫大家，當任務進行到一半，即係出海大約45日左右嗰陣，潛艇會舉行盛大嘅半程之夜。呢一日，廚師會拎出壓箱底嘅好嘢，例如平時唔捨得食嘅頂級辣排、雪糕，甚至係平時嚴禁出現嘅特別甜品。呢個唔單止係一餐飯，更加係一場集體心理按摩。佢喺無聲咁話俾所有人知。伙計們頂住，我哋已經開始折返，離屋企又近咗一步。潛艇兵嘅生活係單調、苦悶同充滿壓力嘅。喺換班期間睇下書、落下棋已經係難得嘅娛樂。喺咁樣嘅環境入面，口腹之樂往往係佢哋唯一嘅心理補償。潛艇上嘅伙食標準係成個海軍最高，呢個絕對唔係巧合，而係一種戰術。士兵可能唔在乎佢哋張床位有幾窄，但佢哋絕對在乎晚餐有冇龍蝦。如果廚師能夠整出好食嘅嘢，士兵甚至可以忘記自己已經2個月冇見過太陽。所以潛艇會制定特別嘅士氣餐單，喺好多潛艇上，星期日係牛扒之夜，呢個係一種傳統，目的係將士兵由罐頭生活入邊拉返出嚟，重新感受到生活嘅美好。星期6嘅薄餅同辣雞翼通常係為潛艇上嘅狂歡夜而準備，廚師會整大量薄餅同雞翼，等士兵喺放鬆嘅環境入邊享受高熱量帶嚟嘅快樂。呢種卡路里誘惑唔單止係為咗維持生理上嘅能量，更加係為咗維持心理上嘅平衡。對潛艇兵嚟講，嗰件啱啱焗起嘅朱古力蛋糕，可能就係佢哋今日冇精神崩潰嘅唯一原因。除咗日常餐食，潛艇上仲有一項特別嘅人文關懷，就係幫壽星慶祝生日。喺潛艇上慶祝生日係一場考驗廚師極限嘅挑戰。喺航母上，你可以有一個巨型朱古力蛋糕，但喺潛艇上13平方米嘅廚房好難整到咁大個蛋糕。通常潛艇嘅生日蛋糕都係由廚師用有限嘅食材手工整出嚟，佢可能唔係最完美，但絕對係最珍貴。慶祝生日唔單止係對廚師嘅考驗，壽星亦都必須面對一個實際嘅物理問題。就係你個生日蛋糕可能要擺喺你張床上，因為潛艇兵嘅宿舍非常狹窄，連轉身都好困難，根本冇地方可以容納一個蛋糕。然而喺呢種高標準、高熱量嘅供應之下，一個意想不到嘅副作用出現咗，嗰就係體重失控。美軍內部有一個非常尷尬嘅統計數據，喺而家嘅海軍序列入邊，大約有69%男兵同46%女兵體重嚴重超標。你夠唔夠膽信？每一年因為肥胖問題而俾海軍強制勸退嘅士兵竟然多達幾千人，
呢個數字甚至超過咗美軍喺好多全球熱點地區戰場上嘅戰鬥損耗。對好多士兵嚟講，佢哋嘅職業生涯唔係俾敵人嘅魚雷終結，而係俾嗰件朱古力蛋糕終結。點解會肥成咁？原因好簡單，喺潛艇入邊，除咗食，你幾乎冇任何運動空間。走廊窄到兩個人迎面行過都要縮肚。所謂嘅健身房，可能只係某個角落掛住嘅兩個啞鈴。喺極大嘅精神壓力之下，人類嘅身體會本能咁儲存脂肪，再加上廚師為咗蝦大家開心，喺食物入邊不停加牛油、加糖、整油炸。好多士兵上艇嗰陣仲係輪廓分明嘅李安納度，等幾個月後任務結束，爬出艙門嗰陣，可能已經變成圓潤嘅岳雲鵬。呢種肥胖問題已經成為美軍最頭痛嘅事，可以話比對手嘅魚雷仲要致命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呢班潛艇兵每日食香飲辣，仲有高薪拎，日子過得幾滋潤。但如果你真係走入佢哋嘅世界，你會發現事實比想象中殘酷得多。喺嗰份光鮮亮麗嘅5星級餐單背後，係常人難以想象嘅孤獨同壓抑。潛艇兵生活喺人均唔到2平方米嘅有效活動空間入邊，好多時為咗節省空間，佢哋甚至要實行熱鋪制度，即係3個人輪流瞓2張床。當你結束漫長嘅8小時值班，益到散晒咁瞓低嗰陣，枕頭上仲留住前一個戰友嘅體溫。佢哋連續3個月聞唔到新鮮泥土同花草嘅香味，見唔到清晨第一縷陽光升起，甚至連每一口呼吸到嘅空氣都係機器製造出嚟。所以一日食掉15萬人民幣嘅餐費，嗰啲頂級牛扒同波士頓龍蝦，本質上其實唔係咩福利，而係海軍部支付俾呢一班深海幽靈嘅精神損失費。喺嗰個暗無天日嘅深海，當壓抑同孤獨快要將人逼瘋嗰陣，嗰一口滋滋冒油嘅肉，嗰一件甜到入心嘅蛋糕，或者就係連接住佢哋同文明世界同遠方家人嘅唯一紐帶。呢個就係核潛艇伙食背後嘅真相，佢係工業文明嘅奇蹟，亦都係人類心理防線最後一道堡壘。當你下次再嫌午飯唔好食嘅時候，諗下嗰啲仲喺深海入邊踩住罐頭當值嘅士兵，或者你就會覺得手上嗰盒飯其實都幾香。呢度係伙食天與地。若然你中意我嘅影片內容，歡迎點讚訂閱。